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学者能够真正准确地说出本教大师东巴新绕实际的生存年代。总之，一个神奇的文明故事就发生在这片神山圣湖边上。根据本教资料记载，东巴新绕大师在一个虎豹经常出没的森林茂盛地带，闭门创造了最早的象雄文字。在本教的文献中，东巴新绕既是本教的传播者，他又是文字的创造者。虽然他创造象雄文字的真实经过呢，至今没有定论，但是我们不得不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东巴新绕不是象雄文字的创造者，至少可以说，在创制象雄文的过程中，他做出过非常大的贡献。那么，象雄文字创建的依据又是什么呢？这里面又有怎样的传说呢？다 돈바 산지게 야르문 돈바 산지 세라모 콩게 야르문지 다 가래도 그래 영 다지 용종 하익세 같은 되게 얘기해서 요래 디 얘기에 다지 아니 지금 처음 보면 여비 같은 되게 얘기 뭔시 여비 같은 거래 디 인도 되게 얘기에 가래세나 코 냐르처 셰시가 아니 또 이거 좀 세야 같은 되게 저러잖아 다지 냐르처 셰사가 된디가 감청시 요래 된디가 감청 때다 돈바 상지 콩르 아니 로이가 돈다 아니 지 얼마 노라니 샤이에다 페비가 다시 셔나 다지 돈바 상지 콩게 아니 좀 고자 당모 시반더 아니 지 어드차비가 수완도 동니 아니 다 또이 가름 세야 돼 도와지는 저 다지 고고 당니 되니 매서 당자 오래 매서 당도 다디 셔니 아니 가르테레 돈비 다 로미 소는 센터 저와 아니 예치체 좀 공개 아니 지 매츠비가 아니 타미기나니 아니 지 빠라게 지 냠도 다 공개 샤라 다지 배품적 경우라 아니 지 마츠비가 이게 나도 좀래 디 이게 나오대 ram 강 양시비가 된디게 얘기 저러거나 나 좀래 된디게 얘기 나오대라 아니 저러거나 더차비 메라셔장 아니 측마다비 따우고 저성이 진생기 다 바오진 바오시비가 다니자니 바오 정하시비가 즉대샤오래象雄文既然先于藏文产生，那么它和藏文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是长久以来专家们研究的一个重点。但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的进步发展，要想从现代藏语中分出到底哪些是来自佛教的词汇，哪些是向外语借词，哪些是象雄语，哪些又是原来的藏语，这是一件非常艰巨而细致的工作。那么单象雄文字而言，它的特点又究竟是什么呢？象雄文字是以拼音那么它有声母和音母，然后有标点的这个符号来去主要是有这个40个字母标点符号来去拼然后呢就是一个拼音的文字，这是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结构的这个象雄文字的这个结构。那么象雄文字的这个念法是一般来说是咱们这个一般来说它是中音是如果念这个说爸爸的话就是瓦当，说妈妈的话就是阿扎，这样的话就比较中音然后说这个男孩的话就是说可以说这个实在，然后就是那个女孩的话咱们，这样的话就是说象雄文字的这个发音都是平声的象雄字呢，它每个字都有有它的这个含义。那么比如我说两句，就是说这个爸爸的这个字也叫阿登，那么阿登的代表也是他是智慧，妈妈叫这个阿扎，那么阿扎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从根本或者是可以说是理解为圆圆这样的一个这个含义。所以说这个象雄呢，这个文字呢，每个字都会有它自己的这个独特的一个含义存在。象雄文字是在一个物质文明非常发达的情况下互相需要一个沟通的一个工具，就肯定在
东巴新绕创造了那个大四文以后，东巴新绕那边他们现在当时东巴新绕他们当时用了一个大四文有那个大四文的情况下，象雄也需要一个自己的文字。但这个大象雄哪里写的가르치나 때 다버를 아니 지 메르 곰비가 랑더 아니 요비가 상숑 가르잖아 리먼자 데 공기 셔탐 아니 무수 요비가 근데 다 셔탐 무나 다 이게 서보여야가 근데 그 저렇게나 라프트 터비가 대지 뭐마 땀지 세간다고 당 아니 지 종 세간다고 근데 마임바 तावर चरित्र तांसा मूस रगिया तां थोया तां और तनी के चरित्र करना जंग जरब रमचेंग जन्नी जंग ची जरब लिंगमंचा जरब थामा खुंगी अनि चरित्र करना शथम नवा ते तावर त मूस रगिया तां थोंजे यो बिग मुना अनि जंग इगे आमया जंग अनि मारी सी बिग इगे ते ता सेबो चिने ओरे तेग ता जंग मारी से ते रखटो तां मोटो अनि चरित्र करना सर्वो चिने से थगो ओरे象雄文字为何突然消失？关于他的故事扑朔迷离。他为什么不能和藏文一样流传开呢？这背后又究竟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他选择了佛教，重点不在于这儿。究竟哪种说法才是真相？藏地密码之探索象雄文字消失之谜正在播出。既然象雄文字确确实实存在过，那为什么在后来的历史中它又消失了？它为什么不能和藏文一样流传开呢？至于象雄文字消失的原因呢，这第一种说法呢是这样的：据说从至今犹存于萨迦寺的古梵文佛经和发现敦煌出土的文书中可以看到，从古天竺传到吐蕃的佛经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贝叶经。吐蕃用来写经和记述正事的则是羊皮纸和木简，这说明公元7世纪之前，汉族的造纸术还没有传入吐蕃。传入象雄呢，那就更不可能了。用木简和昂贵的羊皮纸来书写经典和著述，其局限性可想而知，更不要说普及象雄文了。对于这种说法，各位专家老师，你们怎么看呢？重点不在于这儿，因为这个怎么说呢？主要是这个国旗象雄呢有制的这个制造的这个记载，所以说也有国旗象雄那个地方，象雄可以有家族的做这个制的这个制造，所以说可能有象雄国旗有这个制的制造嘛，所以并不是特别这呢就并不是特别罕见。它消亡的原因跟那个它传播途径的关系不大，我觉得不是主要原因。如果当时象雄文本身如果没有遇到其他的灾难性的问题的话，它的传播不可能因为这个传播途径，因为传播途径羊皮纸本身历史上就有这个传统，羊皮纸是完全可以用的，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而消亡。但是它的主要的消亡原因跟传播途径没关系，它跟政权和宗教传统的选择方面有关系。看来这个观点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的。那么关于象雄文消失的原因，第二种说法是这样的：由于亚龙部落的崛起，即征服象雄及其他部落以后呢，又进行了强化统治，特别是佛教的兴起，本教的衰落。随着吐蕃的逐渐强大，藏文大量的应用于佛教经典和历史文献中，并加以广泛传播，所以藏文呢就成为了藏族的通行文字而流传至今。请问各位专家，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的呢？本教的衰落和这个佛教的兴起应该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主要的原因是那个时候呢，就是通钵三宝札这个藏文简体以后，统一西藏这个用自己的这个文字和语言。那么呢，就是象雄这个文字消失的原因是吐蕃的军队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军队到这个阿里来去常住生活。那么象雄的这个人民呢，
越来越学习这个吐蕃文字和吐蕃语言，然后这样把自己的文明已经丢失了。这个观点是对的，这个观点是象雄文灭亡的几个原因之一。因为当时的吐蕃王朝啊，对这个本教和印度的佛教这两个文化传统里面，对这两个文化传统来说，它有一个选择，大的一个选择，他选择了佛教。这样的话，选择佛教的话，他就把印度的语言和那个学习印度语言，完了以后就把它翻译成藏文。翻译成藏文的时候，这个自然而然就把象雄文的很多东西给就不用了，放在一边。这个本身，这种文化选择决定了，也是一个决定了象雄文灭亡的一个原因。这里距阿里地区扎达县18公里，400年前曾是古格王朝的都城，也曾经是象雄文化的中心。触摸这些饱经风化的墙壁，我们依稀能听到这里曾经的繁华与嘈杂。经专家鉴定，这些壁画已有600年以上的历史。但是奇怪的是，很多地方被白色或者是黄色的字块遮盖起来。有专家推测，这些被遮盖起来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象雄文。我们已难于考证前人隐藏这些字块的真实用意，但却证明象雄文字确实存在过，只是在时间的变迁中渐渐被掩盖了。专家认为，虽然这样解释只是一种猜测，但是从这些壁画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原来的象雄地区，象雄文化是一点点慢慢消亡的。而自公元9世纪末直至公元1630年覆灭为止，古格王朝作为象雄文化的政治经济中心，这些壁画就成为我们了解古格王朝兴衰变迁的形象的历史记录。随着象雄王朝的消失，象雄文字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目前在西藏地区呢，还有没有一些小的区域仍在使用象雄文字呢？这个有地名很多词汇在文献里面经常有，这个口语当中也多多少少有一些词汇现在还是用象雄文的。比如说伢赤赞布，我们说不那个桑赤赞布，这个很多吐蕃占卜的名称里面的赤呀、内呀这些很多词汇都是象雄文。这个现在有很多解读，也很清楚，文献资料都比较清楚，这是一个。再一个，本教文献里面的东西多，一个口语里面的东西多，口语里面藏药里面也多。藏药里面，比如说雷哲啊，这些词汇都是本教那个象雄文的词汇，甚至有个藏医的一个经典叫《谢公唱》吧，我好像就是谢公唱，这里面它明确的说明很多个藏药的名字是象雄文来的，他就注得很清楚，这就是象雄文，他括号里面记得很清楚。所以象雄文现在作为词汇单个的词汇用的特别多，但是作为一种语言现在还在讲，我不知道。没有语言的话呢，象雄文字使用的现在几乎西藏一个都没有了。只要是本教的老的经书的这个里边能够看得到这个象雄的这个各个文字，但是使用的人几乎没有了。古老的象雄文明，除了从后期的一些史书的零星记载中窥见端倪之外，还无法从考古材料上来确认它的文化遗存。曾经繁荣昌盛的象雄文明，留给人们的是一个个历史谜团，也吸引着后人不断地探寻它的足迹，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好，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我是蒋兵，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